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啊！蔡醫生又同各位朋友見面啦。今集咧嘅內容咧叫做乜嘢？叫做你的牙齒幾度鬆動，是否需要掹除？呢個咧可能各位朋友經常要碰到啦，因為咧你可能就知啲牙齒，特別係長者啦，佢覺得自己牙齒鬆鬆地喎。咁要每個人對牙齒鬆動嘅判斷咧，可能都係唔同嘅。有啲敏感嘅人咧覺得，啲手可以搖下，覺得哇好鬆啊！其實咧俾醫生睇到，哇冇事啊！因為我哋喺醫學方面嘅判斷咧，同你自己感覺嘅判斷咧係完全係兩回事嘅。咁今集咧，蔡醫生就同各位朋友介紹一個，即係你自己都可以判斷到你嘅牙齒鬆動度有幾多，係咪需要睇牙醫？當然啦，首先要了解呢個牙齒有幾度鬆動。咁就知道一共有幾多度啦。咁我哋咧通常分為咧就1、2、3、4度啦。1、2、3、4或者係有另外一種方法，就1、2、3、4、5。佢兩種方法都唔緊要最緊要咧你自己需要知道邊隻牙齒鬆動係需要睇醫生邊隻牙齒鬆動係唔需要睇醫生。咁首先第一步啦。咁你多少要了解到正常嘅人咧，人類嘅牙齒，聽住話，其實每個牙齒都係識喐嘅，因為成個牙齒嘅結構係乜嘢咧？呢幅圖可以睇到咧，咁呢個紅色嘅咧係唔係話，即係睇牙根同呢個牙骨頭之間個連接咧，唔係一個完全剛性嘅連接，係一個咩？一個有呢個紅色嘅呢個組織叫做牙周纖維。所以我經常去比喻一顆牙齒咧，就好似一棵樹咁樣嘅，佢就係你搖個樹係識喐噶嘛。咁呢個牙齒一樣嘅，佢點解會喐咧？就係因為呢啲牙周纖維，何為纖維？即係一條條，我覺得好似想像一條繩咁樣，所有牙根都有個牙周纖維，將個牙根牽掛喺骨頭嗰度，所以你喐下佢係識喐㗎。當然啦，咁呢個正常嘅喐度咧，你唔好認為就需要要睇醫生係點樣嘅。咁首先當然你自己可以判斷到，大概大家了解有牙周炎啊嘛。咁呢個牙周炎咧，佢係破壞呢牙周組織嘅。呢牙周組織就頭先講嘅骨頭啊、纖維啊、牙齦啦，佢都有問題嘅時候咧，佢鬆動會慢慢鬆嘅。呢個當然咧前期1、2、3度咧，或甚至第4度咧，都可以通過咧治療將呢牙齒嘅發展唔會發展落去，至喺之前鬆動嘅地方發展變成固定咗。雖然牙根你手可以搖佢係識喐嘅，但呢個係好輕微，大概係佢喐到咧生理動度係0.1都未夠嘅，但門牙咧會鬆動啲。好啦，咁我哋嘅主題咧係乜嘢咧？係叫做你要了解呢牙齒有幾度鬆動。佢了解鬆動嘅原因又係咩回事咧？牙齒鬆動咧有好多種原因嘅，當然最常見咧係牙周炎嚟㗎。咁跟住咧就係又叫係一個乜嘢？根尖周炎根尖周炎都會引到牙齒鬆動㗎。咩叫做根尖周炎？就係呢個地方牙齒神經呢個地方底下發炎咗之後咧，佢會周圍骨頭有破壞㗎，破壞啲膿喺骨頭呢個地方出嚟，有啲甚至喺牙周呢個地方出咗嚟。呢個發炎嘅地方咧，佢會令到周邊嘅骨頭吸收咗，佢都會令到牙根鬆動。聽到嘛？係根尖周炎，原因咧，其中一個係根尖周炎鬆動嘅原因係根尖周炎係一。咁第二個咧係咩啊？就牙周炎。仲有一個係咩咧？外傷啊！咩叫外傷咧？撞親啊嘛！你小朋友去踢波咧，唔小心撞親，跟住你門牙撞鬆咗，咁都好慘嘅。呢個就好似你咁樣喺學校周圍咧，經常我哋都可以睇到，因為我翠竹店嗰邊咧係有幾多學校嘅。時不時有小朋友過嚟，跟住話牙齒鬆得好嚴重啊，成個嘴又跳起身啊，咁咩跌親咯，跌親咗之後咧，成個牙齒受力去出邊接裂咗。咁呢個時候咧，醫生都要判斷咧鬆係咩原因。假使係周圍啲骨頭破壞咗嘅話咧，同你打啲麻痹針，咬翻隻牙齒，跟住啲牙齒可復翻位，固定好，呢個牙齒可以繼續使用嘅，係唔需要掹除嘅。當然咧，呢個外傷引起嘅牙齒鬆動係因為牙根斷咗絕斷咗，呢個牙齒冇得救，就一定要掹噶啦咁呢個兩個原因咧都唔係我哋
講翻重點嘅，重點我哋係講乜嘢？係講呢個牙周炎。因為係最常見嘅都係牙周炎引起牙齒鬆動。咁我呢個又講翻個主題啦。咁呢個鬆動達到咩程度需要掹嘅時候咧？咁其實醫生咧唔係單純睇你個鬆動度去判斷你呢個牙齒需唔需要掹㗎。咁醫生一定要睇啲乜嘢？睇呢個骨頭1、2、3幅圖啦，1、2、3、4幅圖啦。當然啦，大家睇到呢個牙齒，哇咁都得嘅，仲可以保留咩？係呀，達到20%。只有20%以下嘅骨頭咧，真係好難保留。就算保留，你都冇咩咀嚼功能。通常咧，骨頭有30到40%嘅時候咧，係可以保留到骨頭啊！呢啲骨頭牙槽骨有30%到40%嘅牙槽骨嘅時候咧，係通過治療可以長期穩定。呢幅圖咧就係叫做可以完全保留㗎。但係咧唔代表咗呢個牙齒鬆動咧會強過呢個牙齒鬆動。點解咧？因為咧佢當呢個牙齒四周冇發炎嘅時候咧，佢可能自我感覺反而冇咁鬆，但係佢係冇咩功能嘅。而呢個牙齒咧，佢發緊炎嘅時候咧，呢個3度嘅鬆動咧，發緊炎嘅時候咧，佢可能個鬆動度會超過呢個4度。所以我哋咧就唔可以通過呢個有牙齒有幾度鬆動去判斷呢個牙齒需唔需要掹㗎。呢個關鍵啊，因為呢個話題係咧，你知道自己先教你如何判斷呢個有幾度鬆動啊嘛。其實唔係㗎，我哋係要了解到你通過拍 X 光，通過醫生同你 check 呢個牙周骨頭吸收到咩程度。當呢個骨頭吸收到有20%以下嘅時候咧，咁基本上咧，就算係唔係點樣鬆，其實我都建議你要剝咗佢啦。因為10幾個%、20% 嘅骨頭咧，就只可以擺喺嗰度俾你成個牙齒擺喺度，佢肯定會繼續會發展落去。咁跟住會將你啲骨頭不停吸收。我哋通呢張圖咧，到呢張圖咧，大家可以睇到咧，佢2幅圖咧，個骨頭吸收咗幾多嚇？真係好慘嘅，成個嘴型面型都會改變，所以大家希望各位朋友好好珍惜。好啦，我哋總結一下。咁首先咧，我哋要知道呢個令你牙齒鬆動嘅原因係乜嘢？當然最常見咧都係牙周炎啦，咁都係好多係有牙根尖周炎引起㗎啦。咁第一小部分咧係有外傷引起嘅。好啦，我哋主要去講翻咧，因為外傷判斷係另一個話題，咁醫生就要去拍 X 光片睇牙間斷喺邊度，係牙冠斷定係牙間斷，跟住有冇斷嘅話咧，係咪骨頭折裂咗，仲有冇機會恢復翻？咁醫生係可以判斷得到嘅。好啦，咁我哋又講翻牙周炎啦。牙周炎嘅話咧，睇骨頭破壞咗有幾大嘅時候咧，咁假使通過杜牙根，通過 RCT 治療咧，可以將炎症控制住。跟住咧，骨頭可以慢慢生翻，咁呢個牙齒又可以保留㗎啦。咁唯一就係牙周炎，其實就大部分牙周炎咧，都假使你自覺可以鬆，譬如咧，即係你個條脷撩下，或者咬嘢嘅時候，嗰啲牙齒都可以擺。呢個時候咧，你就一定要及時睇醫生。當然啦，唔係話一定要呢個情況睇，因為牙周炎真係一個好大嘅話題嚟㗎。而且牙周炎出現嘅機率好高好高啊！咁牙周炎有好多原因引起嘅。咁我覺得蔡醫生之前咧都講翻個牙周炎嘅原因啦、治療啊、方法啊。咁今次咧我就大個就因為都係其實呢個息息相關嘅，即係牙齒嘅問題都同牙周炎有關係嘅。你包括種牙咧，更加係要關心到你牙周有冇問題。所以咧呢集咧我就講翻呢個牙齒鬆動係需唔需要掹除？唔知大家有冇了解到啦？其中有一個關鍵咧，就3、4成嘅骨頭嘅話啫，控制到係唔需要掹嘅。當然咧，你只有2成嘅骨頭嘅時候咧，就冇保留噶啦。希望呢集嘅內容可以幫到大家。你牙齒鬆動，及時揾醫生，俾醫生睇檢查，早期診斷，可以早啲恢復你嘅牙齒。多謝晒，拜拜。